裁判而家講緊比賽啦，咁佢哋會係今次係以5分為基準嘅，咁3分鐘嘅啫。睇睇。首先率先得分嘅係郭子瑩。真係，請你哋。Michael。我哋會先頒女子嘅花劍亞軍，中2級郭子瑩，冠軍嘅同學係中2級嘅陳正容，我哋俾掌聲陳正容。咁啊好激烈嘅比賽啊！剛才比賽係15比14。我哋接住係會頒男子花劍嘅亞軍先，亞軍會係中2級麥子謙。好，咁接住落嚟就會係男子花劍冠軍，中1級許漢峰。好，最後係男女混合重劍，亞軍係楊浩朗。男女混合重劍嘅冠軍係中2級陳梅賢。嗱，記得陳梅賢好似上年都係花劍嘅冠軍嚟嘅，咁啊今年喺重劍都攞冠軍啦，恭喜同學！